今次嘅約定地點係香港，佢哋唔喺日頭做嘢。呢次任務絕對唔可以外泄。我哋幫唔到任何忙，唔好意思。呢鑊嘢得返你一個搞掂。一旦任務失敗，就當你從未存在。呢次你一定要秘密咁處理。你每一次任務都走出大問題。我嘅意思係唔好用智能手錶嚟整個人嗰啲人。佢係頂尖中嘅頂尖，佢絕對唔會失敗。我哋順利搞得掂嗰個家伙。